呢個5厘米厚嘅麻布入邊，係一具公元前700至680年嘅古埃及木乃伊內斯特華迪特木乃伊。單憑外表好難分到性別，考古學家靠解讀銘文同利用電腦掃描，揭開佢嘅身份之謎。考古學家喺嗰個棺木面嗰度呢，就係解讀嗰啲銘文，而得知到呢，佢有個名叫做大宅女主人。大宅女主人，大家可能都聽啦，即係可能有間好大嘅屋，咁屬於一個呢係一個中產嘅人士，所以呢係揾出佢係屬於一個已婚嘅婦人。追求永恆嘅古埃及人認為人死後可以復活而製作木乃伊，連木乃伊內觀嘅雕刻都一絲不苟。被牛抬住嘅木乃伊上面有一隻鳥，代表咗對永生嘅盼望。古埃及人相信呢，就係要有姓名啦，有卡有巴，同埋要有性格，咁佢先至可以活形活現呢去達至永生嘅。用一隻雀仔飛出嚟呢，就得閒呢就翻去探訪下佢個遺體。內斯特華迪特木乃伊連同另外5具分別有兒童、祭司、歌手等唔同身份嘅木乃伊，以及呢個重達200公斤、用作金字塔壓頂石嘅烏賈霍的頂角垂石，仲有200件古埃及珍貴文物，將會喺科學館舉行嘅永生傳說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上展出。今次係屬於世界巡迴展覽，香港作為第2站，會喺6月2號至10月18號喺香港科學館展出。科學館預計會吸引到20萬嘅人次。東網電視記者廖樂欣報道。